呀，大西，晚上去不去？晚上下午去嘛，我现在要准备去爷爷模仿磨面。现在去嘛，有斗鸡比赛。那你先去嘛，大爷。下午去巴萨找你。那我先和妹妹的公鸡一起去，巴萨等你。好，等一会儿见。好。Faris, hook dansı.不用了，那就去鸽子嘛。哎，别放了，这鸽子去。哇，今天穿的这么帅了，哥！帅是不帅？不要在当面夸张我。上哥哥，我来骑。你会不会骑？男人怎么可能不会骑摩托车？坐弟弟开水。呀，你看哥，模式转了。转了就可以的。坐外面等一会儿咱们。呀，哥哥，这个磨面太辛苦了。哪辛苦弟弟？玉米放进去，水一盖，它自己转，面粉也出来了，完全全自动这个。你说的也对，哥哥，这样也太快了。好了好了。50块钱给他们来。大爷，你的朋友来了。呀，大西，我在这里。叔叔面粉带过来了。看到了，等了，不了。和爷爷一样磨出来了。不了嘛，不了你们看。我弟弟。妈，开始跟那不了，开始跟那。这不了嘛了。谢谢爷。摩托放这里了，我光一杠不是，然后过来帮我看一下叔叔。好。哎，大西，面粉呢？没完了吗？没了，欠过几点给？还没有。别撒谎啊，大西。走吧，我太渴了，先逛一逛。他们不要钱啊！给我切3个。他们要不要钱啊？他们很啊！来吃弟弟，来我也不。走了。你看Faris过来，这个怎么样？这个也可以。哥，我不喜欢这种的，我还是去上海买吧。这个可以去上海，这个卖200块钱，这里卖20，你看。我还是去商场买吧，走呀。这个
来，都给我3个板面，上面这2个包子。好，来，大家洗漱。我手干净，啥时候洗的？早上洗吧。走。来，Varis。好好吃弟弟，这个板面吃完了，带你去吃烤肉。走吧，Varis，大爷走，去那边吃肉。哎哥，等等我。哎嘿，等你去哥，张一轩，来嘛呢？弟弟，你去拿过来摩托车，我们买西瓜就回家。好，快！来，走来。哎，还有一个。回家见弟弟，你们快点走啊！